Hello，大家好，我係觀眾成星黃成。今次係我第3次去高雄嘅時候。今年好難得去到旅行，而且仲嚟到高雄，係一件好難得嘅事嚟。其實本來今次旅行呢，我想攞5日假，因為我做嘢嗰度人手嘅問題，所以係咁。今次我只有去到4日嘅啫。今次去高雄，係5月3號至5月6號。今次拍呢段片，就想講返今次去高雄5月3號至5月4號嘅行程。今次我坐嘅班機係長榮航空，7點25分出發，9點就到高雄。講返長榮航空啦，我坐長榮航空嘅時候，我起碼都坐得舒服，呢一點真係好過快運航空同埋香港航空。喺我出閘之前，我就等攞自己寄艙行李。到咗差唔多9點鐘，我就順利入境啦。順利入境之後，因為時又唔早，嗰個市都好夜啦，所以我嗰個市就全速前進去酒店，同上次一樣都去三多商圈。去到酒店 check in 之後，我就未瞓得着，所以我就喺酒店附近度行下啦。行完之後我就返酒店啦。跟住到咗5月4號，我就好早起身，去咗食自助早餐。不過今次同上年相比，啲早餐嘅味道好似冇上年咁好啦。就因為食唔飽，所以我就去咗高雄嘅中央公園個 M 記食早餐。其實今次我都知道台灣咧出咗楓糖班戟嘅豬柳蛋漢堡，而且另一個喺香港都冇嘅楓糖班戟嘅火腿漢堡。嗰時我喺中央公園嘅 M 記食，不過真係估唔到中央公園個 M 記嘅衞生條件呢，我就唔係太滿意啦。食完之後，係咯，我就離開咗啦。
離開咗之後，我就返酒店休息一陣，跟住佢就去咗高鐵左營站度買高鐵嘅飛去台中，想去睇下台中係一個點樣嘅地方嚟。其實我去台中之前，我都以為去完之後，我諗我一定會好快返嚟高雄，結果唔係。去到台中，哇！真係超乎我想象啊！我去到台中嘅時候，我覺得台中啲人呢，俾我做好平凡嘅感覺咯，都冇都冇其他嘢可以形容。我搭完台中捷運同埋計程車之後，我先至知道，哇！台中嘅交通好唔方便，台中得一個捷運線，我覺得真係唔夠。其實我今次搭計程車想去台中嘅機場度睇下，不過真係諗唔到高鐵台中站同埋台中嘅機場之間嘅距離真係估唔到咁遠咯。哇！我今次搭計程車，哇！真係經歷咗好可怕事，我真係估唔到啲計程車司機呢開車會咁快，真係估唔到台灣嘅高速公路真係，哇！真係嚇到，哇！真係嚇到我心驚肉跳。跟住之後總算都去到機場啦，哇！嗰時嘅過程真係有驚無險。去到機場啦，哇！今次去到台中嘅機場呢，哇！我記得計程車嘅錢都要用咗885蚊嘅台幣。不過去到台中機場，我覺得好細，加上個地方又偏僻。我去完台中機場嗰時呢，啲交通工具啲數量有限，一係搭公車，一係搭計程車，一係搭私家車。我去完台中機場之後，我先發現原來台中係冇捷運去機場，去台中機場，所以俾我感覺就好唔方便。跟住我坐翻156個公車去翻高鐵台中站，我以為我好快會翻到台中，真係估都估唔到高鐵台中站會比左營站更加多人。嗰時我以為5、6點可以翻到去，點知翻到去高雄嘅時候都已經係7點45分。講翻去高雄之後，我就去咗美麗島站，轉橋線去哈馬星站，去完哈馬星站跟住就去大港橋。去高雄呢個地方對我嚟講，一定要去哈馬星站同埋大港橋呢兩個地方，我唔去唔得，因為呢兩個地方俾到我一個放鬆嘅感覺。哇！講翻係今日啊，唔係係5月4號經歷咧，真係好啦，哇！即係有啲嘢我估唔到咯。
有啲嘢唔經歷過我係唔會知道，亦都唔會感覺得到。其實有啲嘢我想補充翻。5月4號呢一日，我開始發覺咧，原來除咗台北之外，高雄都有外國人去。不過今次去嚟高雄嘅時候呢，我都遇到唔少外國人。呢個情況就比上年嚟高雄嘅時候見得多。其實我去台中都睇咗一陣，都有外國人出現。我記得我喺台中買高鐵飛嘅時候，企喺我前面嗰3個女人原來泰國人嚟，真係估唔到泰國人都會去台中啊！仲有一樣嘢要講嘅就係，原來星期日紅一假期搭高鐵真係特別多人，呢個係我想象唔到嘅事嚟。去完大江橋之後，我就搭輕軌去凱旋站轉翻捷運，翻酒店啦。咁就完咗5月4號呢一日行程。好啦，下次5月5號同5月6號嘅行程，我翻到香港之後會再拍片。